镜头转来看国内下暗要围炉食饭团圆，若惊麻烦，无想要家己煮，就会当订年菜。不过饭店业者表示，因为成本增加，所以一寡菜价格是起2%。另外，有营养师是提醒讲，食无完剩的菜，若要继续汤，就要趁烧烧甲冰起来，才袂生细菌。围炉的这一天，透早一定有民众在排队，特别领煮焖的年菜，等去厝里食团圆饭。我们其实有自己煮一小道那种小菜，但是我们大菜我们还是选择饭店的年菜，因为它比较好吃。看想要吃怎样不一样的菜色，这样。今年就有龙虾的这一道菜，就还蛮想试试看。详细一个看团圆饭的年菜内底，现在看到的菜色，亲像杂菜卤，还有上顶年年有春的白肠、甲长年菜，这拢是民众心目中受欢迎的菜路。业者讲，今年的年菜煮焖的量比往年较济，不过套餐的价格无变动，敢若有部分的菜路价格起2%。只有我们在部分的单项单品的部分，我们有微微调整了2%，就是做一个微幅的反映现在的所有人工或者是产品进货的这些调整。过年大家是穿甲真澎湃，饭菜清菜拢食袂了，真侪家庭的团圆饭会为围炉暝连续食几啊天。不过有部分的民众就是讲菜都要放好冷，才会当冰冰箱。有营养师提醒，这种保存的方式是唔对的，因为细菌生长的温度差不多是7度至60度之间，嘛讲是危险的温度。当食食放伫室温的时间愈长，细菌生长的机会嘛愈大。一般室温其实就像是寒流来好了，温度也没有低到7度C以下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其实细菌还是会滋长，所以建议说，如果今天真的吃不完的菜肴，其实应该尽快的把它就是冰到冰箱里面存放，减少细菌滋生的这个时间。营养师提醒，围炉的菜若食袂了，伫烫烧的时阵，建议就爱下好滚，才可以甲细菌消灭掉。另外，厝里若是有侪伙人，建议伫烫菜的时阵会当加一点仔水，较袂因为水蒸气流失愈煮愈咸，影响健康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